大家好，我係魚生分享 Kevin， 今日介紹朗逸峰11座 F 室，實用面積咧係962尺，而家帶大家參觀下。單位咧係一個3房套加工人套嘅設計。咁入門口左手邊咧就係一個長方形嘅廚房。咁見到嘅廚房咧都係有窗啦。工人套房咧就喺廚房嘅盡頭。咁呢邊擺一張高身嘅床，下邊可以儲物。行入啲咧就係工人嘅洗手間啦。咁洗手間咧都係有窗嘅設計。咁行翻出嚟睇下啦。咁客飯廳咧係一個長方形嘅設計。咁飯廳呢邊咧可以擺翻6至8人嘅餐台都冇問題。呢邊咧而家做咗個高身嘅儲物櫃，而另一邊咧都放咗一個儲物櫃嘅喎。而客廳呢邊咧擺放咗張大嘅 L 型梳化啦、地櫃。呢邊咧就係落地玻璃窗，連貫露台。咁望翻出去咧，主要都係望翻自己屋苑嘅內街，同埋望到啲山景，咁都比較清靜。行入走廊睇下啦。咁左手邊咧就係浴室，咁都係交樓標準啦。右手邊第一間睡房，咁見到睡房咧係非常之大間，咁可以放到雙人床、大衣櫃，另外佢都可以放埋梳妝台都冇問題。睇埋隔離第2個睡房啦，呢個細房咧就輕微比頭先個房咧係細少少，但係都可以放到入牆衣櫃啦、雙人床嘅，都係向翻內街望到自己內園泳池景。咁成個單位咧都有對流啦。咁睇埋個主人套房啦。咁主人套房見到放咗一辣嘅大衣櫃，另一邊咧就放一張大嘅雙人床，3邊落床。浴室咧就喺左手邊。咁見到浴室咧都係交樓標準嚟嘅，都係保留翻浴缸。如果對單位有興趣想睇嘅話，可以聯絡我啊。拜拜。